隨着 AI 科技快速發展，眼見為憑已經不再是絕對真理。詐騙集團透過聲偽技術，仿造面容甲聲音來行騙。詐騙手法利益必爭，中加寬頻媒體識讀宣導團隊，因此特別規劃 Deepfake 轟炸課程，向民眾說明稱謂技術特性甲辨識技巧，提醒大家提高警覺，謹慎查證。你即馬網絡也是電視攏共款，就是講你物件愛全部攏家看，嘛愛知影講伊是講假是真的，因為很多媒體有假立場，他會跟大家分享他想要傳輸給你的概念。宣導現場也看到4位申請企業培訓的志工投入協助，包含吳文玉、謝信之、楊明景、黃秀雲等。除了資源課程的進行以外，更親自參與行動劇演出，模擬各類詐騙狀況，強化長輩轟炸印象。政府要甲咱補助，有發一個信息予咱大家加入去，咱得當會着補助，到時若上班吼，就對啊。這個反詐騙的宣傳活動啊，把咱的這屆的活動啊分享給咱的社區的理化社區的大長輩們知影講，莫去互騙去。身為我們退休人員的一個責任，我就想說，怎麼可以提升人民對識別這種詐騙的能力？好，不要讓我們那個。台灣呢，變成全世界是第一個受詐騙的國家，感到非常的開心，就是說，可以把這種訊息宣給那個社區，讓他們知道說，如何預防詐騙，還有如何辨別詐騙，這個真的是對社區的長輩受益良多。他們的那個民眾啊，也是很熱烈的參加，所以大家都有這個明顯的防詐知識的進步。蠻高興的。對，蠻高興的。除了案例分享甲戲劇宣導，主辦單位也設計9宮格賓果活動遊戲，將轟炸觀念融入去遊戲當中，讓參與民眾在歡樂氣氛當中加深記憶，提升學習效果。三觀王雙子星吼，今仔來給我上這個課，真正有夠好。因為我遮攏是老人較濟，今仔來上這節課吼，對遮的老人，甲對遮的志工真正都有幫助的。長輩的話很缺乏這一方面的訊息，我們覺得辦這個活動非常的棒，連我都覺得受益無窮。因為有些細節是我們都疏忽掉了，也謝謝你們辦這個活動。中加寬頻三觀王鄉組社總經理陳建春表示。在話佇志推中心完成宣導培訓後，這次是首次甲志工實際行入社區進行宣導，看到現場民眾反應熱烈，成效相當正面。未來也將持續吸收志推中心，清理寡個社區，推廣反詐甲媒體識讀觀念。我們11月的時候，其實幫我們的社區志工上一系列的課程。那明年度呢，我們就準備要來延續我們這個課程它的效益，也就是說，我們要帶着我們所有上課的志工們到社區真的做一個實地宣導。那今天是第一堂課，也就是我們的這個試驗。那希望這個試驗是可以成功的，那後面我們就會複製到其他的各社區。那看起來今天的狀況，這個長輩們的接受程度還挺高的。那後面我们就會持續來做改進繼續往各個社區來深入做宣導。中加寬頻三觀王鄉組社結合台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，共同推動反詐騙宣導行動，希望透過志工的熱情甲行動力，將正確轟炸觀念扎入去社區，守護寡濟民眾的財產甲資訊安全。多方查證，免受賄詐。台南新聞張秀維採訪報道。